正所謂養兒100歲，長憂99。如果小朋友仲有先天疾病，咁就更加唔容易。就好似 TVB 爭取視帝稱號嘅陳錦鴻，為咗小朋友，寧願選擇停工退圈。日前，陳錦鴻同埋前 DJ 老婆杜雯惠帶住患有自閉症嘅仔陳嘉華，一家3口一齊出席咗協康會嘅自閉症分享會。呢個亦都係佢18歲嘅仔罕見公開亮相，並且以青年鋼琴家嘅身份上台表演。除咗彈鋼琴，陳嘉華仲毫不怯場咁樣自彈自唱，令到在場嘅好多家長感動不已。呢一啲成績嘅背後，真係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，尤其係辛苦養育佢嘅父親嘅功勞。2007年出生嘅陳嘉華，2歲嘅時候被診斷為自閉症，4歲嘅時候再次診斷為中度智障，可以話從一開始就處於硬模式。陳錦鴻話當時聽到呢個消息震驚極大，但係佢只係用咗半日嘅時間就接受咗現實，隨後瘋狂閱讀相關嘅書籍，了解自閉症，學習點樣教育個仔。2011年拍完《萬王之王》之後，佢就決定徹底息影退圈，成為全職爸爸。自嗰次之後，停工超過10年嘅陳錦鴻，全身心陪伴個仔學習、玩樂、睇病同埋訓練，花費咗唔少嘅錢，據傳超過1000萬。因此，好多人都稱佢為絕世好爸同埋24孝父親。為咗俾個仔受到更好嘅教育，佢早幾年已經喺廣州買樓，更加有意將妻兒都帶到廣州生活。講起身亦都幾令人唏噓。如果唔係個仔，陳錦鴻嘅演藝成就一定不止於此。中學時期，陳錦鴻就發現自己唔係讀書嘅料，所以喺畢業之後就考到咗演藝學院學表演。後嚟亞視嚟到學校嗰度招演員，佢就被成功選中，加入亞視成為旗下藝人。第一部正式參與嘅電視劇係《上海1949》。佢算係相當幸運，一出道就憑借住靚仔正派嘅形象出演有名字嘅角色，戲份亦都頗為突出。後嚟佢喺點解阿 Sir 係隻鬼嘅系列電視劇中更加升級為男主角，同亞視一線小花萬綺雯同埋老戲骨盧海鵬搭戲，可見亞視有意捧佢為當家小生。到咗1993年，佢拍完《點解阿 Sir 係隻鬼2》之後約滿，決定離開踏足電影界，喺電影《白髮魔女2》當中飾演男主角。無奈佢簽約嘅黃百鳴東方電影公司執咗笠，被迫遣散嘅佢喺監製戚其義嘅推薦之下轉投無線電視。當時正值 TVB 同埋亞視敵對狀態，大多數從亞視過檔嘅演員 TVB 都唔重視，但係陳錦鴻就例外。當年24歲嘅佢靠住小鮮肉嘅顏值一加入 TVB 就得到咗力捧，第1年就主演咗《歐記實錄》，同黃日華、郭可盈等等嘅當紅小生花旦搭戲。其後喺台慶劇《刀馬旦》裏面首次擔任第1男主角。喺《創世紀》裏面，佢飾演擁有雙重性格嘅許文彪，表面文質彬彬，其實心狠手辣，佢就將人物演得入木三分。憑借住出色嘅演技，令佢得到咗觀眾嘅好評。接連喺多部 TVB 經典劇中擔任男主角，成為無線嘅當家小生。佢曾經喺2000年一度話離開 TVB， 回歸到老東家亞視發展。無奈當時嘅亞視已經走緊下坡路，就算佢返去拍咗2部戲，亦都冇辦法扭轉頹勢。隨後佢喺2003年重返無線電視，繼續頻頻出好戲。同時《三分親》、大冬瓜、團圓、巴不得爸爸、萬王之王等等，忠厚老實嘅形象係深入民心。佢所做嘅各種角色都好生動，成就咗無數好作品。雖然當時 TVB 嘅年輕小生林峰、黃宗澤、吳卓羲等等都已經上位，人氣大紅大紫，但係佢仍然能夠靠住精湛嘅演技喺一線當中佔得一席之位。2012年，佢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2獲得無線電視頒發嘅傑出演員大獎，算係彌補咗佢冇攞過獎嘅遺憾。然而第2年佢就決定唔再續約，原因在於佢要專注照顧患有自閉症嘅仔陳嘉華。陳錦鴻現實生活同埋戲裏面就相差無幾，一樣係咁忠厚老實，所以入行多年幾乎都冇緋聞。後嚟佢就自爆曾經暗戀過孫軒，
喺拍《天地豪情》嗰陣時候已經被對方嘅爽朗漂亮所吸引。可惜當時嘅佢就覺得自己唔識講英文，打扮 fashion 又英文流利嘅宣萱肯定睇唔上咁老土嘅自己。出於自卑心理，佢錯過咗追求宣萱嘅機會。陳錦鴻同前 DJ 太太杜雯惠喺2004年結婚，3年之後太太就誕下兒子陳嘉華。兒子陳嘉華出生之後，兩公婆就漸漸發現佢同埋其他嘅小朋友有啲唔一樣。個仔從細就有啲反應遲緩，長到2歲幾仲未學識講嘢，唔願意同人交流，連父母都係愛答不理。陳錦鴻同埋妻子無奈之下，只能夠帶住仔仔去醫院檢查，但係檢查結果卻令到兩公婆難以接受。醫生診斷兒子陳嘉華被確診為先天性自閉症，亦即係話小朋友同同齡人嘅智商並冇差別，但係因為先天大腦嘅一啲區域功能生理性混亂，令到佢唔可以好似普通小朋友一樣生活。喺最初嘅震驚同埋痛苦之後，陳錦鴻同埋妻子漸漸接受咗現實，並且積極將小朋友託付俾專業嘅醫生進行治療。但係經歷咗1年嘅治療，小朋友嘅情況依然係冇絲毫嘅改善。陳錦鴻就做咗一個決定，佢決定退圈回歸家庭，同妻子一齊親自照顧仔仔，教導仔仔。佢先帶住全家就搬返到鄉下嘅老屋，每日帶住個仔就去郊外散步1個鐘。就算全程個仔都唔回應，佢依然會一邊同個仔講嘢，一邊就教個仔沿路遇到嘅植物同埋建築嘅名。為咗能夠令到仔仔開口講嘢同埋盡早懂事，陳錦鴻每日都會同個仔講故事，由自己嘅童年講到工作經歷，連所拍嘅劇集佢都可以逐集咁樣講劇情。雖然個仔3歲半嘅時候一句完整嘅話都唔識講，陳錦鴻就喺屋企嗰度一個字一個字咁樣教佢。陳錦鴻兩公婆仲會親自扮演 model， 將日常生活嘅動作就影成咗相，以此嚟教個仔一啲基本嘅生活技能。仔仔6歲嘅時候仲學唔識自己用馬桶，眼見住馬上就要入學啦，陳錦鴻焦急不已，但係又無計可施。後嚟佢自我開解，如果入學之前小朋友仲係唔能夠學識，作為父親嘅佢亦都會接受事實，唔會去怪責佢。或者就係佢同埋妻子咁樣耐心嘅陪伴教導同埋愛，仔仔陳嘉華漸漸學識咗各種生活必備技能，亦都能較為正常咁樣同父母同熟悉嘅人交流。所有嘅努力終有回報，喺夫妻2人嘅細心照顧之下，仔仔嘅情況逐漸變好，可以由特殊學校轉讀主流學校，更加曾經考獲咗全級第1名嘅佳績，其後順利升讀中學。儘管好多人都認為陳錦鴻犧牲好大，但係佢曾經就表示自己唔認同犧牲呢一個講法。佢就解釋到：我唔覺得呢啲係付出，而係雙向嘅。我得到咗好多快樂，而且付出總係有回報嘅。陳錦鴻個仔喺11歲之後開始學鋼琴，用咗7年時間就考取咗鋼琴演奏級證書。嗰年佢仲喺新蒲崗舉辦咗人生嘅第1次公開售票鋼琴獨奏會，演奏咗肖邦、舒伯特、莫扎特等等嘅經典曲目。圈中嘅多位好友，例如王祖藍夫婦、羅敏莊、劉雅麗、杜國威等人，亦都前嚟捧場。咁有喺現場嘅觀眾稱陳嘉華當時演奏咗肖邦嘅古典樂曲，全程發揮得好穩定。相信喺音樂呢條路上面，佢付出咗唔少嘅心血。而作為父母嘅陳錦鴻同埋杜雯惠睇到兒子今日嘅成績，佢哋一定亦都會感到好安慰。此外，陳錦鴻亦都分享咗唔少陪伴兒子成長嘅心得。佢承認一開始同妻子都係好惆悵，不過為咗個仔，佢哋兩公婆選擇咗振作起身。呢條路對於陳錦鴻夫婦而言，當然係好難行，不過堅持落去就一定會有收穫。而家個仔漸漸過上咗正常人嘅生活，亦會主動建立社交關係。雖然有時候都會撞板，但係咁樣亦都從側面講明佢願意放開懷抱，唔再匿埋喺自己嘅世界裏面，始終都係一件好事。而另外最令到台下觀眾驚訝嘅係，陳嘉華喺做自我介紹嘅時候，竟然同時用咗普通話、英文同埋德文，語言天賦好高，睇得出喺教育方面，陳錦鴻同埋妻子亦都係花咗唔少嘅心思。關於仔仔嘅每一點進步，陳錦鴻喺台上眼含熱淚咁樣表示：
能夠養大佢，令到佢開心咁樣企喺舞台上邊同人交流，對我嚟講係非常大嘅成就。作為24孝父親，佢仲出版過2本書《我和兒子的每一步》同埋《兒子教會我的事》，分享教養自閉症小朋友嘅常見問題同埋心得，仲特別強調最重要嘅係要有耐心同埋愛心。雖然唔再拍劇拍戲，不過陳錦鴻就澄清自己其實冇真正隱退，停拍長劇，但係會接低商演以及係登台唱歌。隨住仔仔成長同埋獨立，佢都話只要有合適嘅劇本，自己都會考慮再拍劇再拍戲。呢個世界係唔公平㗎，不過最緊要都係睇你點睇同埋點做。